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初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62个本土病例，校正回归部分也有65人，另外也有13个人染病死亡。但市长也讲，国内疫情渐渐稳定。国际复工会表示，明仔载甲美国的疫苗药厂沟通，应能基金会也完成8项文件，中途也送到着卫福部啊。真侪关切的菜市仔拢开始进行分流，湘北市互驻地回归为分流。另外，汤圆做美容、做头毛整甲业者，对6月初4开始就要暂停营业。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的武汉肺炎疫情今仔日增加5个境外，262个是本土病例，也有校正回归部分有65人，另外也有13个人染病来过身。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校正回归数量豆豆在减少，未来可能是袂再公布。另外，代表传染指标的 RT 值有继续伫咧降，但市长也强调讲，这是正人拍病的结果，不过防疫部分有关是袂当放零。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拜二初一更新增加262个本土病例，校正回归65例，拢总327个本土的个案内底，以新北市166例上济，过来是台北市87例，桃园市23例，彰化县12例，台中市10例，基隆市8例，宜兰县有5例，嘉义县有4例，花莲、台东拢3例，苗栗县2例，台南、平湖、高雄甲新竹县拢是1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校正回归案件的数量已经真少，未来考虑袂阁公布。另外，目前 RT 值，也就是病毒伫一定的时间内底，会当喂互别人的能力已经降低，不过防疫也是袂当放零。RT 值在往下降，变小，那是过去14天大家努力的一个成果。那不代表现在可以放松，不代表现在放松。那未来的话，还要靠我们现在持续的一个努力。另外，嘛新增加13个死亡的个案，是10个男性甲3个女性，其中12个有慢性病的病史。较特别的是，暗号6932是一个60多岁的男性，有糖尿病的病史。5月24肚水死亡了后，检警采检送验才确诊。检警都会去探查了哈，那他们通常都会先根据他们如果有怀疑就可以采检，那采了就会送我们这边验了之后就会有结果。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今年4月20以后确诊的个案，拢总有7341个。目前国内重症使用呼吸器的患者有24个，其中60岁以上的侪岁人重症的比率是甲30%，和高龄重症的比例佫一再增加。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卖互传统市场变做是防疫空棚，各县市开始用身份证号码尾数来分散人阵，市场也变做高一个出入口管制，也着爱要求民众爱实联制。亲像高雄市政府伊也强调讲，若准无到分流，就要求市场停业。警发局的人员伫菜市仔四界咧放送，提醒民众要保持社交距离以外，嘛要分批去菜市仔买菜。为6月份开始，台中市宣导民众，若要去菜市仔买菜，都要按身份证号码上尾字是起也是双的，分批去买菜，而且一届买1礼拜的份额。你爱买个大包小包？对啊，恁就讲做一摆买个啊，才袂麻烦啊。对咱的生意来讲会加减影响，但是防疫较要紧，安全上要紧。民众大包小包买偌济算偌济，就是要减少去菜市仔的机会。伫市府的宣导之下，人无像英过安尼吵。不过高雄市启动分批买菜头一天，不少民众是向无啥的关系。对，身份证要看哦。好，可以，谢谢。家里也没东西了，所以今天是没有东西可以只好出来。因为是淡季良绝，必须要出来。警方甲工作人员伫入口的所在做管制，地区排队是排到落长，嘛有民众毋知影实时分流买菜，今仔日还袂着伊买，只好是偏仔往来个翻头。因若其他的出入口，干那简单用锁啊围起来尔，有的民众是照常弄来弄去，甚至有民众怨叹讲，有的人规家伙的身份证号码上尾字拢是起的，或者是拢是双的，是要安怎？高雄市府表示，若无法度落实实联制，还佫有人流的管制，就要求爱停止营业。另外，大家真正要摸到的现金，还佫有银角啊，嘛有可能会正做防疫的空棚。中华园领导做食的业者，直接把钱摕去消毒。纸张只是变得比较更干燥，变得有皱痕而已。结果效果很好。免喷完让它自然挥发，也不用特别再去擦去磨它，让它这样子的杀菌是很便利的但是如果是真的有需求要这样烤的，我们建议就是要专用。虽然民众讲安尼消毒较安心，不过医师表示，高温虽然有消毒的效果，不过用高温消毒可能有危险性，建议会当用酒精，那是相对较安全而且有效率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
新北市伫今仔日增加166个本土病例，也因为各县市拢开始实行这个买菜就要分流的措施。新北地区是无要实行，不过新北市是要求市场的自治会就要想办法分流管控。所以因为邦桥的面向市场无法度做好势，市政府就要求因就要停业3天。环岛传统市场正做疫情康芳，真侪地方政府以身份证2号尾数分流限制采买，上报无得咧做。新北市府要求168个市场自治会，家己用办法分流管控，做无好就停业。邦桥滨乡街市场无做好人流管控，市府开出第一枪，要求停业3天。前一段时间已经开出稽查单，警告、提醒要改善。今天再去复查。仍然没有办法落实做好人流管控，所以就要求板桥民享市场从明天开始暂停营业3天。市府尊重各市场自治会的管理方式，只要无做好人流管控，就停业。为防止疫情扩散，蔡医指挥中心公布的全台确诊数，新北市上济有166个本土个案，确诊人数前3名分别是中和、板桥甲永和。5月31日，体检阳性率是2.1%，比前一天淡薄升。侯友宜讲，即卖也是疫情的高峰期。新北市还是在高峰的这个期间，并没有说在大幅度的往下降。台北市的高峰，你如果降了，我们可能还会慢2-3天的。一边控制疫情拓开，一边做疫苗。中央第2批配发予新北的3.9万ton疫苗，2.6万ton将予第一线医护组，1万ton予经销其他3000ton，予其他高风险接触的第一线人员。另外，病重业者敢要积极，也会请中央裁定，侯友宜要求3.9万ton疫苗5天内一支完。因为大家有外勤的工作，会忙着防疫，所以我们给大家的时间是以5天以内把它施打完毕。新北1043间专责病房，目前已经清空1012床，有计开出1330个病床，就是新北医疗院所的上大容量。139间 ICU 专责病房，目前只剩3床，医疗容量较力。侯友宜保证会尽全力将病床开出来，互民众有就医的保证。纾困方案，新北统计有7.4万外户会当得到补助，有计测试就会当入口做。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伫今仔日增加23个本土病例，目前总共有325例啊。到达还阁有82个是初步感染源。为了要加强管控疫情，桃园市招待生针对着做美容、做头毛、做指甲、接目接门的业者，对6月初4到14这段期间拢要停业，违规者会罚款9万5块。社区持续消毒，桃园市新增加本土确诊23例，清洁中对规定烧话无新增加。旧山工厂烧话案例嘛无新增加，不过还阁有88个当地等待采检的报告。市政府表示，这3礼拜桃园新增加325例本土案例，还阁有82例不明感染源。我们所有的8层我们围住了，我们把它网住，但是很显然的，仍然有2层的病毒在我们的社区中间。因为疫情还阁伫拖，桃园上大生对美容、美发、美甲、美睫的业者决定6月初4至6月14强制停业，违反规定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罚3000至15000。市长郑文灿是讲，目前连锁、非连锁业者大部分拢是停业，经过协商了后，针对少部分的业者，互因3天的款到期了后才来罚。在外县市有出现了这个美容美发的业者确诊。那因为近距离接触，那时间也比较长。如果这一波能够过去也就算了，但是我觉得害怕就是我们看不到未来，或者甚至到7月、8月、9月，我们都没办法恢复。疫苗注射部分，市政府表示，第一线的当然优先制，针对特定工作者，不是殡葬所全部人员纳入优先。市长郑文灿表示，这几天已经有真侪件新冠肺炎确诊死亡的爱进行火化，所以火化的人员风险有较悬。执行这个新冠肺炎遗体火化的工作的人员，因为他有近距离接触感染的风险，所以我们会优先纳为施打对象。市长郑文灿讲到，目前疫苗较无够，环保局200位左右这批消毒工作人员会等后一轮才会纳入注射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咱国内也当咧欠疫苗，民间团体也跳出来讲要斗3工。国际复工会表示，明仔载就会甲美国疫苗药厂沟通。另外，英灵基金会也依照主管机关的要求，完成8项文件内容，伫今中昼也已经将文件送到卫福部啊。因应民间的需求，行政院长苏贞昌裁示要设立专职单位，专门来支持民间单位买疫苗。国际复工会嘛证实，已经甲指挥中心参详后手合作的代志。今嘛有政府伫斗小天，会伫拜三甲药商做初步的讨论。等到美国时间的这个礼拜2，台湾的时间要礼拜3呢，才会有初步的结果。跟他们沟通很久了，那应该是没问题。那数量也确定在20到50万剂。国际复工会讲，目前还阁伫咧和指挥中心讨论，强调讲只要疫苗会当顺利送到台湾，并无坚持一定要国际复工会代表签约。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一定要看到原厂授权的文件，才会开始讲采购的代志。也若疫苗的分配，伊头一届讲会考虑分配一定比例的疫苗，互关疫苗的民间团体。你不是说只有你买的，然后你就自己用，你根据国家在防疫的需要来做分配。个别的购买，如果留下一部分要留作自用，那合理的比例，那我们可以考虑。另外，郭台铭办公室表示，疫苗采购的进度已经照主管机关的要求，完成8项文件的内容。拜日中昼12点，已经把相关的文件交予卫福部小署，会开始进行审查。也若询问学校的总校长张亚中，嘛讲要管1000吨的疫苗。不过指挥中心回应讲，目前敢若收到委托函的影印本，并无收到正式的文件。他检具了一个北京两岸东方文化中心的一个委托函，就这样子。这波疫情，科学园区嘛有几间公司的员工确诊，科学园区产业农业工会嘛加入要采购疫苗，而且提出申请要买60万吨的疫苗。我们非常多的厂商提出，希望工会出面跟政府申请自购疫苗，来协助政府在疫苗不足的情况之下呢，来建构这个防疫网。申请买疫苗的团体愈来愈多。前卫生署食药局长孔兆洲表示，过去都捌有企业买疫苗关乎政府的记录。虽然讲话事件疫苗需要紧急授权，不过非常时期，民间哪会当买到疫苗，政府应该全力来支持，负责把关。政府最重要的其实它就是把关就好了，就是说你进来的东西，我要一定要看到原厂证明，只要你把这个把关好，你就不怕会有假货。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已经收到4间民间社团来申请，也若愿意公开，敢若有国际复工会甲英灵基金会，强调职业的单位成立了后，依法也是爱委托药商来申请，而且附执行的计划书、甲药品的说明书等等8项资料，每手由是药署召开专家会议，审查通过紧急使用授权了后，再由指挥中心统一来调度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台大病院院长李立公开向外界讨表经，讲因病院的医疗量能也已经用到紧绷啊。最近也有一个确诊者想要装出去病房，说甲医护人员 QQ 落落。病院表示讲，这寡行为拢互医护人员有正大的压力。有台大病院医护人员的家属表示，病院第2暗发生一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人，装出负压病房，有护理人员赶要甲压制，未附穿防护装备，3天了后身体无爽快，采检确诊。医院就可能发现护理师确诊之后，就有回溯来，就是追踪这个护理师可能在这段期间照顾过的病人。目前就我所知是2位护理师跟1位清洁人员，还有就是6到7位的病人。这造成要20位医护人员住院，也则是居家隔离。出代志的这间病房，原本的病人嘛拢受采检，转去别间病房隔离。台大病院院长进前向外界讨救兵，表示院内医护能量紧绷，但是迄当阵并无讲到这件代志。我想这些病人应该都是在院内感染的。是第1位确诊的护理师有没有其他的活动史啊？这个我不清楚。我们通常对病人一个一个的样子，我并一个一个的那个疫调，我手上并没有资料，也不太了解了。台大病院顶礼拜5好人听过这项消息，初一下晡开记者会表示，确实有暴力事件，不过无要证实医护人员甲病人、清洁人员感染的消息，因有做适当的疫情调查，嘛有甲结果报予指挥中心。不过医护人员家属表示，暴力爱谴责，不过嘛希望病院方面会当交代清楚感染的情形，避免医护人员甲家属惊吓。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伫今仔日新增加87个本土病例，市长郭文德表示，艋舺已经有压落来，不过疫情要继续伫咧传播。伊也讲，这就是伫咧威胁的边界。
另外，台北市也推出着快筛行动车，会到较严重的所在替居民做体检。针对着中照机构发生群组感染事件，郭文德宣布讲，主疫苗就要照头牌，中照机构的工作人员正是改排伫咧基站诊所翕卡。台北市确诊的人数持续增加，一礼拜拢总有744个人确诊。市长郭文德讲，万家疫情有大大控制落来，不过伫首都生活圈开始拓开，而且讲疫情也是真危险。另外，台北市4例确诊者有367个人，今麦传出好消息，警方已经全部找到啊。很多来做筛检的人，你知道哈，他可能留下来电话号码是真的，可是他留下来住址是故意有点造假，这百分比还不低，你知道？这表示说。这个疾病在一个程度上是被污名化，你知道吗？在后疫情时代，郭文德看日本东京过去发布紧急事态，思考台北市后一步爱安怎做。市府除了推动台北通，嘛推出科技防疫3个方案，整合中央实联制简讯，方便点头来查核。多人纾困的申请，嘛当用 App 来操作。疫情数据的仪表板是透过时间甲空间的分布，来了解疫情传播的管道，掌握风险区域了后，出动机动的快筛队来调查感染源。那搭配现在22个快筛点的阳性率的变化，我们会找出新的群聚点，用我们现在新成立的机动的快筛筛检队呢，去扑灭这样的一个新形成的在各种社区小型的一个可能的这个传染源。外界质疑台北市做疫苗的速度比高雄还更较慢。台北市府讲，台北市国营病院有真侪专责病房，收治大量的重症患者，医护人员烦恼疫苗的副作用，嘛都爱分配来做。进前信义区长照机构爆出群组感染，区大成表示，目前已经有7个平均年岁82岁的居民过身。为着阻挡长照机构正做防疫的工棚，郭文德宣布会修正做疫苗的顺序，甲安用甲长照机构的工作人员做疫苗的顺序改做甲基站的诊所同款，希望安尼做会当来保护身体较淡的侪岁人。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宣布讲，有飞外岛的5个机场，若准有旅客出现症头，就袂当坐无人机。过去14天内要出现症头的人，就要赶紧伫咧现场做快筛。不过金门、澎湖、马祖却是要求，若准备入境的旅客，拢爱快筛阴性。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讲，国内防疫标准拢爱共管，袂当一区一国，安尼会增加民众困扰。政府会发函撤销他的公告。金门、澎湖、甲马祖分别公告，要求所有旅客6月开始必须要快筛阴性，才能进入到这3个离岛。再度起指挥官陈时中以违反着传染病防治法的理由来撤销公告。陈时中认为，即马要求14天无进踪，还有5个机场快筛阴性，才能坐回轮机到离岛的机制已经有够了。我们还是非常的担忧哈，这里面的伪阴性、伪阳性。造成一种假性的安全感，那对于过往的一个，就是一个病史，那或者就是说，相关的症状，没有配合起来一起看，其实它还是有风险。这3个离岛县政府在电视面顶听到指挥官在记者会发出的命令了，拢马上紧急开会。最后，因有一致的决定，就是要尊重中央。不过，原本的快筛要继续做落去。如果中央没办法保护澎湖，请不要阻挡澎湖自我保护，因此澎湖县政府依然会持续对所有入境澎湖的旅客采取全面的快筛。所以我们3个离岛都会按照既定的步骤来做，当然不会违背中央的法令，但是我们会循自我体系内可以加强强度、加强密度的方式，来劝使我们的旅客配合做筛检的动作。不过，因为立法院8月通过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的时阵有附带决议，入境离岛的人必须要全面来体检。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是质疑，但始终是违反着国会决议。立法院院会所通过的附带决议，也是在离岛各机场及港口设置快筛站，并且全面的做筛检。疫情指挥中心这边不要做阳奉阴违的动作。对着地方的反弹声音，行政长苏贞昌嘛透过法建联发出声明表示，基于防疫的一致性，未来发生着混乱，各中有国的乱象，嘛来增加着旅客困扰。苏贞昌讲交通部民航局已经伫5月飞往离岛航班的机场来设体检站，来加强对着有症状的人来做体检。政府嘛为本岛的航空站来做好防护。记者张志雄、张志佳、叶建雄台北新闻报道。
俗语讲，乞食网坡多，做田的是网落雨。咱台湾最近当日欠水，不过这个礼拜时啊，会有另外一阵黄色雨特别来，风面也渐渐开始刷向北。气象局今仔日下晡对台南、彰化以南、南投、宜兰地区以及到台中以北，还有花莲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讲到黄色雨若来，各地头水库都有机会会当欠寡水。梦境雨地流方面，初一礼拜二也伫台湾天顶，不过结果已经减弱，未来2天会渐渐向北偏煞。气象局下晡对台南市彰化以南、南投、宜兰地区，也加台中以北以及花莲山区有发布大水雨特报。目前在我们上空的梅雨锋面，在今天晚上会逐渐向北移动到北部海面。至于到明天晚上，预测图可以看到它更远离我们啊，所以明天事实上在降雨的情况会比今天来的缓和。过去2天是为去年梦境雨季以来台湾落雨上明显的时阵，有效疏解到中部地区可汗现象。2天内苗栗县累积降雨完达到426毫米，是全台湾上济。南投完有385毫米，台中市累积完有376.5毫米，彰化完有超过250毫米的累积雨量。各地水库明显入水，石门水库增加2300万吨的水，跳水率回升到13.8%；明日水库跳水率回升到29.9%，供应大台南地区的乌山头水库跳水率回升到45.8%。初二礼拜3开始，梦境方面渐渐离开，各地天气各转为高温小热。所来初5礼拜6有另外一个方面报道，到时阵全台湾拢有机会落雨，这完是今年的梦境雨季最后一个方面。这一波呢，跟上一波比较不一样的是，它的这个冷空气的势力会比较强，所以会把这个锋面呢直接推到巴士海峡附近。它预计呢，就是礼拜6、礼拜天是影响台湾最多的，到了礼拜天的下半天到礼拜1，整个锋面呢就会到巴士海峡，然后预计呢会有停留几天的时间。6月中旬了后，台湾渐渐进入标准的热天天气形态。目前伫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的彩云风台，未来2天伊的路线会挖进菲律宾的陆地，所以强度会减弱。伫继续上摆过程会减弱做热带性低气压。气象局估计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家人今仔日是增加8倍例，其中有3个拢伫咧台北食条路，这内面有计程车司机，有南港车头纪念品店员工。另外，进前有一位确诊者，伊是伫咧大楼做管理员，所以因为伫咧发病这期间连续17天拢伫咧上班，市政府也烦恼讲，伊会去绑到真侪人。讲到宜兰的部分，今仔日有增加5个人染病，因为县政府也讲 ，AZ 疫苗的部分要开放，予清洁队员会当大声去做。家人初一公布确诊者的卡价，按8220一个70岁男性，是家人市一栋合法大楼管理员。5月14出现病症，一直到29才确诊。伫破病的11至27连续刷已经上班17天。家人市政府烦恼接触的人真多。事实上，8220他的上班时间他是大夜班，他均依规定来做消毒，以及全程都有佩戴口罩。所以我们在初步疫调的时候，我们暂时匡列了他的前后交班的同仁。后续疫调时，我们才会依风险的高低来决定匡列的对象。嘉南市初一新增加8例确诊，其中3例平常时拢伫台北工作。按8556是台北外航客运车司机，按8786男性是台北艺术中心工地的工程师，按8789女性是代替南港车站纪念品员工。嘉南市第2批新冠疫苗1700剂已经到货，目前限定第1类人员来做。市长林佑昌是希望会当予家人比较相绑，开放予2、3类的人员来做乡下。这一次因为中央定的非常的死啊，所以他给我们是1700剂，1700剂，就是第1类还没有打完的，在这一波来打。不过我们觉得说，这样子对基隆来讲是不够的。宜兰县初一公布新增加3例确诊，到前回归2例，主要是原本可例的居家隔离对象，也是去由台北亲友感染到的，无到宜兰的卡价。今天这几个个案，有2案一直在台北生活，因为户籍在宜兰，所以根本在宜兰没有足迹。另外2案是母亲带回来的。宜兰县1700剂疫苗已经到啊，除了经销医护人员以外，宜兰县也开放清洁队员做优先组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今仔日有增加10个病例，有5个病例是甲北屯家庭群组感染有关系，其中一个佫伫咧两间的便利商店上班。目前这个传播链已经有17个人确诊咯。若讲到中华部分，今仔日是增加12例，有8名是伫咧居家隔离期间发病，甚至有个人是揣无感染源。若讲到苗栗的部分，今仔日是增加2例，有一个是伫咧苗栗德南一间电子公司上班的菲律宾外籍移工，伊本身有1年多拢毋捌出国啊，目前也当咧追查感染源。工作人员伫台中北屯两间便利商店做大消毒。台中市初一公布新增加10个确诊的病例，其中5例甲北屯的家庭群组感染有关系。内底2个人是因厝边，而且这2个人是爸仔囝嘛拢确诊。也若这个后生伫发病进前，有伫两间便利商店上班。因为我们也高度怀疑说，是不是有可能是北部的有人来传染给他的。我们有列出他的时间跟地点，也请在当时在这2个 7有出入的这些顾客呢，也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情况。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这个个案无愈有序，不过有伫台北食头路的朋友来拜访。目前这个传播链已经累计有17个人确诊，加上外县市甲还无暗号的，就有20个人。目前市府当伫变势阻挡这个传播链断开。也若彰化是新增加12例，其中8个伫咧居家隔离的期间发病，不过感染源不明的2例内底，其中1个伫咧发病进前，还佫参加过演这的直销聚会。这个是一个民房里面，那大概是有30个到40个人参加，大部分都是老人，这个民房里面，然后在办这个活动，其实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停留时间也蛮长的哦。官府呼吁有去参加的民众，都要赶紧去做体检。也若引起群组感染的园林秀辉养生馆，卫生局是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该罚30万。另外，行踪遍布半个台湾的65岁确诊的老阿伯，屏东县卫生局无接到通知，官府嘛出面公开回息的。也若苗栗嘛新增加2个个案。近1年呢都没有出国史。那以上这2例呢，我们是分别在5月28号、29号做采检。苗栗县卫生局表示，这2个个案是德南一间电子厂的菲律宾籍移工，目前感染源也不明。除了加强疫调，嘛要求电子厂甲宿舍的员工前线做隔离，而且要赶紧做快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机关因家庭泡茶群组感染案件，今仔佫增加4例出来，有2例是因为确诊者来小找者来染病，另外2位是另外1位确诊者的厝边是一个妈妈甲查甫囝，家己真也甲这个范围掠佫较宽，甲有可能的人拢叫来做采检。那讲到台南的部分是增加1个是白河家庭群组感染案的厝边，高雄今仔日又增加1个是进前大寮家庭群组感染的亲戚。嘉义县大拿镇甲梅山乡初一紧急大消毒，因为5月29公布的家庭泡茶群组，佮新增加4个阴性的个案，是5月29暗号7550的同学因翁仔某，也佮有5月30的暗号8175甲8084因翁仔某的厝边，是一对咧经营早顿店的某仔囝。累计这个群组感染，目前已经有12个人确诊。里面有他的一个女儿，还有他的这个先生。那后来3个人去采检，那确定我们这个妈妈。还有女儿确诊，按了7550，他的同学他去他家，所以这2个夫妇也确诊。聚会甲家庭群组阴性的个案一直出现，台南新增加1个病例，是28公布的白河家庭群组阴性的个案，是这个伙仔的厝边，伫和因接触的时阵，捌无挂喙罨，这嘛互一直苦劝民众，都要保持社交距离的市长黄伟就是感觉真无奈。最亲近的家人也要做好防疫措施，更何况在这个时候有事没事还去人家隔壁家里去串门子，现在就串出病毒来了。拜托我们市民朋友，现在还是待在家里最安全。毋那嘉义甲台南，高雄新增加1个嘛是家庭的群组，是屏东指标个案3037的白卡。大寮家庭群组感染，嘛拖甲其他的亲戚遐去。不过因为这个个案已经封隔离9天，所以无相关的行踪。5084是事实上是4743的亲属，那接着。在当下跟5084共同居住的这个同住家人8621也在5月30号确诊。另外5月31，传出姚淑琴昏迷住伫台北的前立委黄昭顺，竟然走去义大大昌病院插队要注疫苗。市长陈其迈真严肃表示，注疫苗都要照名单的顺序，袂当插队嘛袂当有例外的，若是违规的，一定会当来裁罚。任何人都不得插队，这个是命令，假如违规
再违规的话，我们一定是严重的来做处罚。南部这几天确诊的个案无济，互民众的心情是较松人。不过因为确诊的个案大部分是家庭群聚，或者是拍牌的群聚，加上5日节连假就要到啊。各县市政府嘛呼吁民众唔通放任防疫，而且还避免非必要的社交群聚，阻挡疫情搁一届压悬。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和台东今仔日因拢有增加3个人染病，其中花莲是有2例家庭群聚感染。也因为咱最近国内疫情当咧严重，指挥中心有宣布讲，有8个外岛的5个机场拢爱设快筛站，只剩台东机场无设，也引起绿岛人事机面的不便。花莲初一拢总有3个案例，其中2个是属进前公布的家庭规定小为后续感染的患者，敢若一件是按8863，是去台北工作，转来花莲才确诊。疫情较严重，花莲民众烦恼疫苗到底有够无？目前为止是8770人接种，其中都以第一线的我们医护人员为先，所以在接种疫苗比例来说，花莲县是99%。若是台东今仔日嘛是确诊3例，经过调查，拢是双方登记台东了后所产生的家族规定小位，都是太麻里人，应该说都是同一家人。另外有1位是同住，但是因为他的户籍不在台东，所以他的案例并没有列入。花东的确诊人数增加，不过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国内飞金门、马祖、澎湖、离岛的机场爱设快筛站，竟然无排飞离岛、兰屿的台东机场，和当地居民真不满。所要订定的办法要全国适用啊，同岛一命，同岛一命。绿岛跟兰屿就没有办法跟你们同岛一命。指挥中心回应，目前需要检测的航线拢是跨县市才会统一规定，不过离岛、兰屿拢是属于台东县，因此县政府认为有必要也当比较设快筛站。希望中央部分还是要针对我们台东部分来做相关的快筛的这样设施。那会后呢，我们也会正式公文，再函请中央这个指挥中心这边务必要在台东这边来设。县政府表示，目前敢来当可肯民众家己去卫生所自费250块来快筛，部分离岛、兰屿的居民也是烦恼，伫欠缺中央经济约束，也甲防疫资源的支援，也是有可能出现防疫的漏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讲到这个武汉肺炎病毒，若准互相喂来喂去，真容易变种来传开，而且伫咧世界各地也开始出现变种的病毒咯。世界卫生组织讲，若准用国家来护命，袂输是要甲人骗上共款，希望一道爱用虚劣的医保来甲变种病毒护命。COVID-19 疫情初期，方叫做武汉肺炎，引起歧视嫌疑。即马世界各地发现无共的病毒变异株，为了求方便，定以发现国做别名，赶快引起争议。世卫组织5月31日宣布，将以希腊字母来叫各变异株，避免特定国家防污名化。举例来讲，英国变异株 B.1.1.7 改叫 Alpha， 南非变异株 B.1.351 改叫贝塔，印度变异株 B.1.6172 改叫 Delta， 另外一支 B.1.6171 改叫卡帕。不过世卫强调，科学界有愿继续使用像 B.1.1.7 等代号，因为其中包括突变资讯。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pandemic is the lack of sharing of data, information, pathogens, technologies, and resources. 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因为讨论顺利，5月31日提前结束。会中讨论决议，将伫11月搁召开特别会议，到时将制定大流行国际条约，讨论安怎提悬资讯透明共享。此外，疫苗是会议中的一大重点。社会支持非洲、南美洲甲南亚国家伫当地生产疫苗，来解决供应量不足的问题。The structural inequity in the production and supply of life-saving medicines, vaccines, and diagnostics impedes access to medicines. 虽然美国政治支持放弃新冠疫苗的专利保护，以加速疫苗分配，相关进展犹原真有限。那南韩、英国等10个国家伫世贸组织协商时表达议论，对下面的范围甲下面的期限，各方也意见无同。离协商要有结果，恐惊也阁真遥远。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
讲到这个武汉肺炎，若准无想办法甲压落来，各种的活动咱就变少想啊。亲像南美洲的阿根廷，因为疫情搁再举起来，煞无法度主办美洲杯的脚球赛。另外，秘鲁的官方也当咧校正染病死亡的人数，煞一下出现惊倒人的死亡数字。另外，伫咧巴西的东南部有一个乡镇，最近当咧做疫苗试验，大规模甲大人注疫苗，结果这证明讲疫苗确实会当甲疫情压落来。位伫巴西东南部的小城塞哈纳，人口45000人。政府伫当地进行疫苗试验，测试群体免疫的效果。过去4个月来，大规模替75%的成年人注疫苗。伫上新的研究结果显示，疫苗确实会当有效控制疫情。O dado de reducción de hospitalizaciones fue de 86% en toda la población y la reducción de óbitos fue de 95% en toda la hospitalización。同款位伫圣保罗州的波图卡图市也展开类似试验，政府有计要替全市15万人中的8万名成年人注疫苗，接落来用8个月时间观察群体免疫效果。阿根廷脚球国家队长梅西带着球员展开例行训练，替将要到的美洲杯做准备。不过因为阿根廷确诊病例数增加，南美脚球总会决定要取消阿根廷的主办权。Con tantos casos no podíamos nosotros llevar adelante una organización de un campeonato de estas características。原底要共同举办锦标赛哥伦比亚，是因为国内反政府示威陷入动乱，和南美卡总取消资格。即马已经确定由巴西接手举办。不过当地民众认为时机无啥妥当。Não deveria ser feito em lugar algum, né? Mediante a circunstância mundial aí de saúde, questão de coerência, né? A vida é mais importante do que um jogo, do que futebol, entendeu? 疫情继续冲击南美洲，伫秘鲁官方重新校正统计标准了后，上周累计死亡病例数一群翻倍，增加到18万。这也使得秘鲁人平均死亡数变成全球第一，平均每3万人就有500人着病死亡。国内只有1%的人注完第一档疫苗的委内瑞拉政府最近宣布，7月将为 COVAX 出地500万档疫苗，未来将陆续收到1100万档，会当予全国总人口的20%注疫苗。当局即马已经积极建立疫苗注射站，予高风险族群甲医护人员。首先来自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受到疫情影响，英国的学生去年平均损失115天在学校上课时间，特别是经济不好、少数民族学生，较会有学习顶头的问题。解除封锁了后，学校也开始赶进度。另外一方面，也要加强设备，防止未来可能会阁有线顶教学的事件。为去年到即马，经过3遍全国大封锁了后，小学生真欢喜，会当转来到学校，甲同学做伙上课。这囡仔平均已经减上115天啊！校方面无放弃，立刻加强阅读写作的课程，也阁替6年级的学生囡仔另外提供数学的补课。Have some children fallen behind? Absolutely. I would be naive to think that that didn't happen. Is it up to the education system to give them the scaffold to build back up again? Absolutely. 圣家天主小学伫伦敦较散车的所在，2/3的囡仔是为非洲、加勒比海、南亚，也是南美洲的移民家庭。英国是第2语言，白人学生敢若占学生总数的12%。校方面无钱无资源，全学校100多个囡仔，敢若8台笔记型电脑。疫情来的时阵特别困难，学生囡仔伫厝的都爱甲父母兄弟姊妹抢用电脑上课，影响学习。校方面找慈善团体、联络企业，关电脑也甲具办公家具相关的设备。这个学生囡仔一人领到1台笔记型电脑，面上拢非常的欢喜。Very important because now children in school can use them for work, and if there's another lockdown, maybe they can take them home if they don't have some at home. We have a laptop, but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of us, so it helped because instead of having to share it, he had his own, so he can catch up with work and do his work. 电脑资源较差只是问题之一。校方面得到政府追加预算，用来帮助需要身心辅导的囡仔。有一寡学生囡仔因为疫情失去亲人，有的父母失业，连厝强要无啊。有一寡人踮厝伤久，无共缘的朋友会当交流鼓励。经过着这个心理压力，这个学校拢真重视，要甲学业做伙照顾弥补起来。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伫咧斯里兰卡西部外海，进前有一台新加坡的货轮，因为船顶的硝酸爆炸着火，那船顶的化学药品全部都流入去大海，甚至做塑胶袋的原料，一寡塑胶叶粒啊也流入去大海，造成海洋生态严重的破坏。
消防船对着也咧清烟的货轮一直转水，尽力降温。斯里兰卡西部的内贡博海部外海5月下旬发生火烧船事故，一架新加坡籍的货轮金珠号载满数百吨化学药物甲大量的GEC颗粒，突然伫离海岸10公里远的所在爆炸到火。 මෙහි ගින්නේ තත්ත්වය කලින්ට වඩා වැඩි බව තමයි පැවසෙන්නේ. විශේෂයෙන්ම මුල් කාලයේ ගින්න තිබුණේ නෞකාවේ ඉදිරිපස ප්‍රදේශයේ. නමුත් මේ වෙනකොට සමස්ත නෞකා පුරාම ඉතාමත් විශාල වශයෙන් ගිනි දැවුළු පැතිරීමෙන් 货轮爆炸了后，斯里兰卡当局紧急派出消防船，附近的印度海警也有消防飞机协助拍火。大火由于是烧几啊天，才得到控制。船顶25名船员伫事发了后，全部获救紧急撤离。只是船顶载运的化学物品甲制造塑胶袋主要原料，GEC颗粒随着大火烧了，也是流入海中，造成当地史上上严重的海洋塑胶污染。当局看到一寡塑胶粒仔甲火柜碎片可能遭到有害化学物质污染，目前也发出警告，爱居民唔通去吸到相关物品，交互士兵清理。目前，这寡塑胶粒仔唔但是破坏烟花小波，也阁陆续出现和海洋动物食落去，出现鱼类、海鸟甲海龟死亡的事件。当局目前已经禁止渔民出海掠鱼，受影响的渔民达到7000多人。根据调查，这只货轮疑似为1号开始，就出现小山货柜外泄的状况，敢是有人为疏失，甲相关环境生态损失。斯里兰卡政府表示，拢会向新加坡的船公司要求赔偿。公司新闻单启东编译。 今仔日的 AM 新闻有关有替咱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各县市本土病例数量。今仔日新增加的本土病例有262例，也有校正回归65人。新北市的部分有166人染病，台北市有87人，桃园有23人，彰化有12人，台中有10人，嘉南有8人，宜兰有5例。 嘉义县有4例，花莲、台东今仔日拢是3例，苗栗有2例，台南、高雄、新竹县、片湖拢是1例，另外也有13个人死亡。目前咱台湾计强的累积病例已经有8842例，本土病例部分已经有7647个人染病了。 讲到卫福部是有4个再传出有人确诊了，到今已经有3个人确诊。新增加这位是20多岁行政人员，伊本地快筛拢是阴性的，一直到5月30才验出核酸检测阳性，可能是伫厝内面去互喂着病。目前这办公室的人员也全部改做伫咧厝内办公。国内本土确诊案例一直增加，未少单位机关也拢传出当天调病消息。 卫福部食药署也证实，署内有第3例确诊个案，伊是一名20多岁的女行政人员，业务无甲民众接触。伊伫5月27下班前，感觉身体烧烧，转去厝了后有发烧、打扫、甲荨麻酸痛症状。迄暗甲家人到北医就诊，结果快筛阴性 ，PCR 却验出阳性。大做会小弟也确诊，目前2个人拢伫集中检疫所。 确实也不是在工作的场所，到目前，看起来是家庭的接触者，所致的一个传染的可能性是比较高。 根据食药署的了解，这名新确诊的当前平常时家己骑车上下班，怀疑应该是和家人为着。目前个案妈妈的体检加 PCR 检验拢正常，个案爸爸体检结果也未出来。因为这已经是食药署第3位确诊个案。食药署强调，头一个个案工作场所是位伫昆阳大楼、新大楼，第2个是伫旧大楼。新确诊的个案虽然伫旧大楼，也毋过无够流传，业务也无接触。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当然就是请他们全部居家办公，进行一些疫调。那目前同仁每天会回报他们的健康状况，目前状况都是正常的。食药署表示，甲第3位确诊者相关的当前有20几位，目前拢已经依规定自主隔离，还是自主健康管理，拢无症状，将继续依据警戒急速要求，落实防疫作为，高保持机关业务正常运作。记者综合报道。 政府是呼吁民众讲，若准无必要，就较莫出门。真侪民众透过网络来买民生用品，比如业者也讲，这2礼拜要送的货实在是有够多，甚至有业者就宣布讲，对今仔开始暂停3天，唔收湘北、桃园加新竹县市的冷冻冷藏货品。
仓库货架啊，拢是要送的包裹，尤其是冷藏冷冻区，因为货量伤大，已经搬到冰箱外口，即会当先用保冷袋也是干冰等应急的方式，暂时替包裹维持加温。货运程度产业工会伫并且也初步将两大栽培物流公司，强调加温商品配送，要么其实货量常常是满到上温区，逐工加班也是送不完。超过10点，有的车都还在外面跑，也比比皆是了。前线的员工已经到他们的精神跟体力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了。针对货运连续2礼拜的薄量，有物流业者发出公告，即日起连续3天暂停受理湘北汤圆、参新德县市的冷藏加温栽培。受疫情影响，客运业却是2年前，业者伫申请减班了后，运量也是无较好。以国道客运为例，平均运量也是1成左右。长途搭载会当讲空车咧走，即会当互司机先休假。正常的话，休4天的人可以领到5万块，5万块一定有啊。休8天的人就可能只有4万出头嘛。如果现在开1天休2天的话，就是差不多要砍半了。客运工会讲，往年5日这时，客运旅运的大火，司机员也阁有奖金，今年却是连活落去拢有困难。希望政府会当量早将客运司机纳入纾困对象。另外，因为客运司机拢伫第一线服务人客，相关工会已经向文化卫福部希望工会要不要注销对象，也会当纳入客运司机。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疫情当咧滚价，也有银行员工来染病，为着要降低感染风险，日前花旗银行宣布讲，湘北地区5间分行对5月31开始调整是下晡1点半时阵就休困。另外，也有银行的业者卖反讲，主管机关上好爱互因有春秋的空间，看人力的状况来决定讲今仔日敢要营业。金管会伫今下晡宣布讲，只要共一间分行有一半以上的员工当咧居家隔离，出现调度困难，就会当提出暂停营业的请求。本土疫情滚价，各大金融机构小连续出现有员工确诊。目前，敢若有花旗银行，为5月31开始，湘北地区5间分行提早伫下晡1点半休困，加做国内头一间因为疫情缩短营业时间的金融机构。原本坚持无封城就袂关分行的金管会，伫缩短营业时间、甲单线的业务措施了后，嘛决定分行会当暂停营业。如果今天有一半的行员因为已经受到居家的隔离，维持基本的营运的一个功能呢，他没有办法来继续，所以呢，我们也是做这样子的滚动式的一个调整。金管会强调讲，目前银行的防疫措施大部分是采分班分流作业，分做 A、B 2组。有业者讲，有银行的员工确诊，地区一半的员工都要居家隔离，卡手的调度有困难，才会互分行暂停营业。根据金管会统计，到31为止，有27间金融业者，拢总有56个员工确诊。全国金融业工会表示，即卖疫情严重，去银行办业务的人是减5成至6成。全国商业总会表示，关一2间分行起来，其实其他的分行会当来支援，影响并无大。一个区里面都还有其他的分行嘛，事实上那个电脑作业都可以做得到。很多的产业几乎现在是停摆的状态，没有现金流的问题。不过有银行业者烦恼讲，即马推出纾困，恐惊会影响到客户去分行申请纾困方案。另外有一寡分行的客户是聚会人较侪，可能袂晓使用网络银行或者是 ATM， 地区受到影响。习惯临柜的方式来办理业务的客户，老人家科技服务比较陌生的，平常没有接触的客人比较会有影响。金管会表示，分行暂停营业是以银行法51条的授权，嘛规定停业的分行要甲配套的措施公告伫营业场所，也有网站顶悬，互客户知影。要若邮局是无伫即个规定内底，是要有交通部的同意。另外，信用合作社也有农会等等暂停营业的办法，也会研议。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期间无代志，千万唔通拍拍走，去菜市买菜也着爱分流管控。最近咱国内疫情当咧严重，真侪地方政府也含农会拢有推出菜西箱，民众只要伫咧线顶注文了后，这菜就会当送到恁兜，而且销量也是真好哦。为了避免传统市场人伤济，变做防疫老胖，一寡县市陆续实施分流这防疫措施。全台湾疫情严重，也同时带动零接触的商机。不少地方政府甲农会业者的蔬菜箱订购服务，反应拢袂歹。像在5月20、212天呢，瞬间也涌入了4000多箱的一个订单啦。在疫情之前，我想平均1个月大概是100多箱。6月4号会将全部的订单都完成寄送。那从6月7号开始，
每周会加码出货到3000箱。北农蔬菜箱伫疫情提升到3级警戒了后，订单增加真侪，甲即几工还佫伫送。若是新北市农业局也甲农会合作，送出组合包，毋但讲有新鲜的蔬菜水果，也佫有大料食品，会当卖中传。疫情之后，其实成长了将近了32%。不管是生鲜类的蔬菜，或是说可能是一些面食啊，或是说一些蔬菜罐头这些东西量都是有增加的。医化也是大概是因应这一波疫情最主要选购东西的方式啊。那我们农产品当然也会配合。农业局表示，预定即礼拜局处网站对强化美味农业得来速系统，提供小农电商平台，即系各种农业产品的线顶选买管道，互民众伫防疫期间原来当平均饮食，减少去传统市场人客人的健康记录，同时原来为业者扩大网络的商机。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防止传统市场正早已经摊过空芳，这一开始，桃竹苗地区启动传统市场，用身份证号码买数，双个或者是起来做分流。起来是拜3、拜5礼拜，双个是拜2、拜4、拜6，会当去菜市啊买菜。3号星期3、5日，双号星期2、4、6。菜市门口大声宣导，提醒今日是拜2，着上好的民众来买菜。大家把主动配合，摕身份证互检查的人看。虽然讲有淡薄仔麻烦，不过民众感觉安尼买菜更较放心。我觉得这样蛮好的。怎么说？因为我觉得这样管是真的还蛮不错的，很麻烦，但是为了安全没关系。身份证号码的是单数的话，我们就呼吁他在每个礼拜3、5日这3天出门来做采买。如果他的身份证字号的尾数是双数，那我们就会呼吁，希望在2、4、6这3天来出门采买。市场内底买菜人平过去减了真多，摊商讲受疫情冲击，原底生意就无好，即马佮分单双号，加减会受影响。不过为着安全，嘛无法度。那没办法，为了大家的安全啊。保证影响啦。这也没办法。没有办法，因为等疫情过后了，没有怎么办？来到另外一个市场，来买菜人也是无较早遐多，虽然分流的机制目前并无强制，不过大部分的民众同款配合，而且大家拢尽量一届买较多，减少来市场的频率。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假期市的部分为着要减少传统市场群聚的情形，即马也开始实行市场的分流机制。除了用身份证号码买数来做分流，大家大头仔也利用 QR code 来实行实名制。民众甲大头仔也拢真认同这款分流的办法。不过实名制用手机来登记的人，也讲是讲无讲介济。在市的市场有真侪民众来遮买菜，配合防疫措施，即马假期市嘛开始推广传统市场分流的管理。摊贩协会的工作人员嘛，一位一位的分资料，要互大家来使用。人民还是要自律啊！你自律的话，才不会累死三军呐。他被添息在公务人员哈，安尼，我觉得这是很必要的，因为我们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别人。来到菜市场以后，赶快去采买你所需要的东西，买好了就请赶快离开。因为拜一传统市场有真侪单仔休困，所以今仔日才是实际执行实名制第一天。较侪民众也是用写来登记，用手机的方式也是无讲介济。不过，针对市场分流的政策，嘛是有民众表示认同。目前没有用强制的方式来进行，我们是用鼓励民众自主的方式来进行，把人流分开。希望呢，能不能一次去就去买1周的量，然后呢去了以后呢，不聊天不逗留，买完了1个周的分量以后，买完就走。这是我们现在希望做的一个防疫的一个新的市场运动。没啦，等较爽还好啦，若时间就较歹控制啦。有的人有时间，有的人无时间啊。你等较爽还好啦。应该还好啦，如果一次买多一点，比较不会就是要一直出来跟大家接触了。建设处表示，针对初一15拜6礼拜人济的时阵，嘛会增加人员来宣导。线路来讲，会节嘛会安排相关的措施，希望莫因为传统的节日造成疫情的传播。记者丁慧婷，嘉义报道。
人讲未食5月粽破休是唔公放，最近的天气会真热变化，咱也做伙来关心明仔载的天气状况。因为风面也未完全离开，西半部地区会落局部短阵雨，或者是雷公雨。东半部过昼了后，嘛有局部短暂的雷公雨。拜四开始，全台湾各地头拢会渐渐稳定，变做是好天气。相关的温度可能会升到34度。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1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2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